嘿嘿，你食嘢可唔可以食得乾淨啲啊？而家你食到周圍都係啦，部吸塵機又重又大嚿，又要我搞一輪先可以吸到塵，激死我啦！今日卡卡嚟到電器屋買嗰部新嘅吸塵機啊！買電器當然要揀個信譽良好噶啦。我屋企用緊嘅雪櫃都係 Hitachi 噶。揾到啦，就係呢一部紅色 Hitachi 吸塵機啦。直立式吸塵機嘅佢只有1.8 kg 咋，哇，非常之輕巧啊！講起輕巧，當然唔少得佢嘅一按即可以換到手提模式啦。你睇，話咁快就換好啦，幾方便，真係輕鬆一按就可以換到其他吸頭啦。卡卡最中意嘅就係呢一個電動多角度吸頭，佢有綠色嘅 LED 照明燈，所有塵埃都無所遁形，即時乾淨晒啊！加埋個日本製造嘅 3D 強力摩打，吸力超強啊！另外佢仲有塵埃壓縮結構，可以將塵埃集中喺底部，一按就可以倒晒啲垃圾出嚟啦，完全唔使用雙手去掂啲頭髮噶。個集塵器仲可以用水洗添，咁就唔怕污糟邋遢啦。我揀好啦，就係呢一部無論外形上同功能上都咁 fit 晒我嘅 Hitachi 吸塵機啊！